华航宣布讲，这9月初3军人节当天，这商务舱若阵还佫有位，就会当提供坐这个航班的军人来升顶。目前中营和生武也推咧做。有专家是认为讲，这只有一天尔，对航空公司影响无大，日后会当看情形来规划活动。响应罗总统谈话，华航领先宣布9月初3军人节迄日，华航甲华信航空国际线会提供建军礼遇，现役军人坐松山桃园台中高雄出发的开合线航班出示证件，会当享受礼遇柜台服务。另外，伫航班报到的作业结束了后，若商务舱有空位，提供国军本人免费升顶到商务舱。在有收入的状况下，不能影响到客人跟员工的权益。最后有空位再给军人搭乘。那基本上，如果是只有这一天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再去这么强烈的反对。如果升等什么的，也是少数人他享受到而已，不是不好，但是没有全面性。信义上的传达，我觉得最重要。所以我觉得，反而在商业行为上去做这样的干预，我觉得反而可能会增加大众的反感。随后，其他国际航空也在咧做。中营航空表示，9月初3迄日，这中营甲日营航空为桃园、松山还是高雄出发的国际线航班，有机会享受升顶商务舱礼遇。排除部分航班适用伫亚洲区域2舱顶服务航线。另外，优先登记也扩大到1位市政眷属。成府航空也宣布，军人节迄日提供现役军人空位升顶商务舱礼遇，适用台湾出发的亚洲线航班。迄日起，现役军人会当甲1名同行眷属出示证件，同样优先登记。可能航空公司评估觉得影响也不会很大，所以他们就都执行。9月也是比较淡季的部分，所以这个航空公司在操作上压力就不会那么大。学者认为，规划类似紧张的活动对航空公司影响成本较细，也毋过目前伫9月初3无到10日，临时安排行程机会无大。有旅游部落客指出，有空位国军自动升顶商务舱真歹变做常态性大支付。一方面是商务舱的营运成本较悬，另外一方面是会甲自家卡客的权益卡着，系统上较歹排除升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